明朝的名臣安天祥以奇兄安启模心怀不轨，因外핵散魔下教徒进入中原。下教徒拉是把带领着怪兽独角赤狗，以后安天祥的吊唁。马蹄扬起红沙林，壮士自古志凌霄。英勇好地，温州大儒甲苏彦文，带着家当勇儿，离开故乡云南，欲往杭州西湖，甲公庙参拜万古情中的甲开路。这边两个人来了，见机行事。主管，前面有路窄呢。哈，路窄，容易在，甲看到底是什么关卡？是。看知道。哦，这路窄够写意哦。嘿嘿，路阮开，树阮栽，过路人献礼来。要若安尼，要行这条路，必定爱献出银两的意思就对啦。哈，哦，要行这条路，就爱献出银两，安尼都变相的抢劫啊！容易不过乱说。对啊，迄官厅也无指定过路人都爱纳钱啊啦吼，按因疏失路窄，强要爱人的钱，安尼毋是变相的抢劫吗？应该是有人伫咧看守路窄才对吧？这个唔正经啊！你讲阮变成个抢劫是？嘿，啊恁创安尼强都要共收钱，毋是抢便是夺啦。容易退后，是是，二位兄弟请了，请尊姓大名，范良，李彪。哈哈，这班拢特色，靠啊！一良好拍标龙，拢总嘛特色咯对。容易，啊是是，二位兄弟开拓这条路相当的辛苦，来往行人应该是爱收下才对。可是咱老百姓应该守法行事，如果你要收过路费，首先对官府许可。若是安尼收取路费，才犯法啦！讲啥物犯法？你无甲我纳钱，就是犯着我的三规啦！兄弟，你强要爱银两吗？无错，我就维护国法，要将你送官法办的，自讨可夹啊！你真好大胆，甲拍阮厝人，啊你该死！事手，二位兄弟，咱来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的武艺比胜我的家当用儿，我依你的要求；若你比输我的家当用儿者，爱接受我的意见。好，拍输这个囡仔，我就任你的处置。如果你若是拍输我，你才别甲留着就好。啊，使啊，搁咧大开口哦，但是你吞袂落去啦。好，一言为定，用儿看你的太祖八任大法咯。遵命，主看，我会好好运用啦。来，出去玩，出去玩。目睭闭紧，骹要徛台。安尼就真正啦。好，打水。应答。呀！你安尼闪来倒去哦，安尼毋是咧比武。嘿，要无我甲都徛点点，互你拍死，才会爽快哩。小鬼，你真高怪！你两只手互人，人摸人，军警无相共，呀他！回旋台，呀！大哥啊，唔通动手，唔通动手，我甘拜下风。暗暗回山塔说来去擒拿手咧，知唔知？哈，你来去见官？唔免，容易放手啊！无咯，放手啊！哦，遵命，起。为什么你要放我呢？
二位兄台在此做出不法之事，是到底为咩缘故呢？家父是明朝的武官，被奸上安基母害到受国法斩首5条门外。是，我的爹亲也是遭受安天上的毒计而冤屈。国法是公正。如果令尊是枉死者，有朝一日朝廷也行你的公道才对。你千万不可怀有偏激，在此做出犯法的交代才好啊！君主之言甚是？请问贵姓芳名？劣者姓史名严文，家住云南昆州。家父也是朝廷名将，数年前奉旨平定外戚，不幸冤屈沙场。原来安尼，咱的运命甲家境都一点仔共款啊！共管，无共西咧，共管。用字你点点。是。严文想以兄台结为异姓金兰，未知兄台贵意如何呢？哈，你要甲阮结拜哦？这。哈，安尼因两个在气嫌啦，气嫌啦。因敢气嫌？请苏君主回桃花庄，给咱来摆一个香碗刀，向天地证明结拜为生死兄弟。兄台带路吧。对这来啊！哈，结拜哦，我嘛无一定拜做上尾的啦。喂，你无应该拜上大呢。我因为加严文6岁，所以拜做大的。要李彪加严文4岁，拜做第2个。严文才22岁，然后说拜第3呢。我唔煞算拜第4个了。你无在来啦？谁都无在来。因为你是严文的家童，算起来也是我的家童。你食较歹咧啦！我要做你的家童哦，我是恁师傅呢，你还甲我学呢，你学无够的所在，还佫真多咧啦。对啦，我这边问你，你伫山骹底我比武的时阵所用迄是什么棍啊？太祖八禁大法啦，迄阮主官创造的啦。太祖是先天的啦，八禁是后天的啦。阮主官伫咧讲人爱阴阳处世，强记待人啦。忍大法，安怎讲啊？也到你甲我拍，我就忍来，或者忍他，佫来就让他，就敬他、避他、告他、躲他，不管他，看他如何。过来呢？过来就修理他啦，像你安尼，我踢一个安尼吼，怎变过出来去，怎用擒拿法抓起来就对啦。我甲你讲啦，这个先天武功啦，也后天修养啦，拢是阮主管教我呢。现在轮到我教你就对啦。嘿，你真天才！唔是天才啦，阮主管伫咧讲啦，天才也要努力啦。对，忍他、让他、敬他、避他，真有意思，真有意思。要过别了。那过一暝呢，都要离开。我加大几工啊嘛。大哥，我要到杭州西湖拜个飞帝君，然后转向京都来去赴红翰林契约啊。贤弟既然甲人有约，劣行也不敢挽留。我来准备搬船。免，阮钱饱饱咧，钱饱饱咧。大哥二哥，你已经解释规程，咱都要刻苦耐劳。恁在桃花庄经典等候我的消息。若有地进京会晤红翰林顺利，另得一官半职，当会请大哥二哥进京共事啊。贤弟之言，不行谨记。你要到杭州路头遐尼远，中途要小心，要保重身体啊。是，大哥二哥，暂别咯。拜拜。顺行啊，顺行啊。你做过是10多年哦，牺牲血本嘛无趁钱，敢安呢？小妹啊大汉是拢唔记，哎哟可怜哟，唔知何时才会出头天，哈咧天小弟，天小弟。
有头有面是我老三哥，笨头笨脑是老三嫂。敢安呢？为着金钱来甲阮好，你可怜哟！财产摕去输大家乐，你真悲哀，真悲哀呀！大家乐就会变成大家乐，乐就是落水。嘿啊，就是为着迄个三八某食饱上爱倒，今日老三才会真艰苦。有啦，头家啊，唔卖大苦啦哈！头家你有酒庄呢，讲以后拢不爱拔你咧啊！咱城里人哪那愁眉苦脸哦，去接对着人客呢？好啦，王啊，你当入去厨房准备料理啦。哦，我知。喂，店小二，较早哈，这个人不是店小二呢，堂堂的头家呢，老板呢。观察咧更无调，啥物咧观察更无调？啊不你讲老板，唔是啦，老板呐。老板啊，阮吼要来食饭，搁兼带恁的女婿哦。无爱趁啦，是安那？囡仔钱无爱趁啦，3仙饭2仙汤，暗时敢要偷出了，你们多倒趁。你讲啥呢啊？今仔才讲啊，讲笑的啦，讲笑的，唔通得嘞啦，我骨头会所以啦。互你带赛道的哦，带着尔哈，生理人出口伤人，用字不可明容，该放生。好气！这个囡仔像哦，迄比迄铁器还搁重呢。店东，你做生意应该是当所无欺才对啊！对了，客官，你讲笑你咧，这个囡仔哦，因为真古锥啦吼，我甲伊开一个滚笑你咧吼，来，这，请坐，多谢。客官，看你那满身红尘呐，可能是真远哦，跋涉对手前来哦。家住云南温州哦，你第一个温州来的人客啦，贵姓大名？落脚姓署名严文，这个名袂歹。客官，你拍算真风流哦。你是南山某女？讲笑，头家你真爱滚笑，嘿啦，朱君主啊，你点在中原南端好，我跋涉千里来到这个杭州，一定是要办一件大代志，对不对？是为了参拜万古正中的岳飞帝君，迄毋是干那讲你咧崇拜尔咧，迄国内国外的人啊，都崇拜正宗的人啦，所以岳飞庙即马变成关公庙，乱抓，岳飞啊变成关公啊？毋是啦，今仔兄你听好啦，关公地区的庙啦，迄每日吼，香气上千名，香烟不绝呢。恁若要到岳飞庙啊，都爱对我店后去坐船3刻钟就到啊，吼。客官，你是娶某的还未？你是来捉啰嗦的呢？光明未成，焉敢出车呢？未娶哟，赞！元宵买啊！什么？无啦，你毋知食饭还未吼？也袂啦，是你要请笑。对，我招待啊！一切拢总我甲你包办就对啦吼，无论食大佚佗哦，我总包。我知啦，吼，你总包，你在咧乌白算啦，你要甲阮这出外人口得讲啦，阮煞毋知。用字这话，我你讲，你兄，我声名在先啦，拢总免费招待就对啦。伙计啊，一级托房2顶床的哈，3餐的菜单我要点啊，对你听？有咧听。红鲟鹿肉、红烧水鸡、虾炒、火ham粉油葱啊、韭菜球、澎湃6碗炒4碗菜，赶紧甲我办落。好，我知。店东，互你破费真不敢当啊！哎呀，做人一个起毛尔，钱是你去用餐。请入来休息，多谢。人是感情动物啦。对。头家啊！你甲这个人哦，也毋是亲，也毋是戚，对遐尼好，迄莫非你甲是有企图？你就知影讲，阮小妹宣告今年20岁啊啦，会使你讲是杭州第一才女啦杭州美人啦这厝边隔壁全溪骹香了脑肾兼起笑迄无一个我看会介意啦。若像温州苏彦文这么缘投好，体技真好，迄我一定介意的。人是感情动物啦，我做感情互伊，然后宣告来记，一定好势了。阮头家真够做咧了钱的生意。这个，无你的代志。我就要煮料理。宣告啊，行啦，我
多啦，恶多啦！哎，恶道！哎呦，只针不只管，300个啊！啊，你甲宣告去看花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哎呦，老公啊，你都唔知哦！我甲阮小姑啊哦，啊，伫咧街仔角遐看一尾咧李玉良文的活动会顶的时阵啦，一群歹人啊，对阮小姑啊手段咧砍咧，我要甲带去游湖啦！啊，我安尼赶紧哦，对个手甲伊掰开，阮小姑啊撞人旁哦，怎赶紧走？啊，好佳在人真多，啊，尼哦，互因找袂着哦，遐拢都是彪形大汉哦，惊死我，惊死我！真苦啊！哈！啊，阮小姑啊，行得真忝，我无赶紧来啊，受惊命尔啦！唉，行业拄天啊，啊，这无法无天的。哎，这个乌白两道什么人唔捌我老三？敢欺负阮小妹老三哥？这起了个日本消息，啊，这个无聪明哩，冲啥？创一寡茶来请人去。嘿，恁大家坐，大家坐。免，免。你几岁？我生一生尔。生什么啦？哦，安尼哦，我听讲我说几生，人拢嘛生一生尔。若是头脑好的人啊，猜我的名才猜对；头脑歹的吼，啊免想要知影我的名就对啦。甲恁看起来，恁这班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像这种恶霸欺负良家女子的人嘛，可能也猜我的名先猜袂对啦。啊，我的贵姓大名也无需要互恁知影。报名来！内山做大水，猜我的名。内山做大水，哼！喂，猜啊！猜！内山做大水。当时恁爸叫你读册，你就唔读啊！头脑拢无伫咧活动体操啊，所以才猜袂着。内山做大水，煞唔知我一寡衫啊拢流出来，叫做老三，本大爷姓老名三。哦，头大的小路是什么人？阮小妹老三哥啦，水。歹运才会去拄着恁这垃圾鬼。讲什么？老三，你听着？头拄啊，阮提督安天祥看恁小妹品貌出众，一时大喜。阮伫咧想啊，提督有意思，特别带恁小妹做妾，所以阮一定要办完这阵工课。哈，提督哦，安天祥。哦，迄个干身啊皮哦，大刀！妖妖想食水底鱼，热黑毛想食天鹅肉。你的意思是鸡转吼？唔是鸡转啦，激老。敬酒唔食，食罚酒。这个人罚酒、米酒、佮英国酒、什么酒一滴不沾。老三，可能有人调你课，你才敢正面得罪提督啦，哈？老三，有人了你课，你才敢得罪提督啦，哈？靠啥？国法之前人人平等呢，何况阮小妹啊是有妇之夫呢？哦，有妇之夫，伊翁才是啥人？嘿，伊的未婚夫就是一个英俊又潇洒，体格形妖虎背霸头一男，文武双全的温州玉姓人大儒侠苏彦文啊！哦，你的小妹有三个翁啊？你靠背啊！你若骂五个翁咧，阮小妹也三个翁。也无你讲玉姓人，啊，佮一个温州大儒侠，还佮一个苏彦文，安尼毋是三个翁？我咧讲是一个啦，因为这个温州人啊，文武双全，尽忠爱国，正义感人啊，所以伊的号称叫做温州大儒侠啦。伊的民如冠玉，也正气参天，所以人家伊称呼玉姓人啦。伊的正名叫做苏彦文哦，总结连落去，玉姓人温州大儒侠苏彦文是个哦，原来安尼毋都徛在你的后壁迄个路？正讲诶，这个就是，嘿嘿，哦，这批人吼，伫大街上欺负阮小妹啊啦，看要安怎拍算就好啦，将这班人送官发办啦，哈哈哈！杭州官上大，就是阮提督啦。朋友，你靠提督的势力，在大街上欺负良民，应该爱认错啊！哈，错就是你，你应该将这个老船哥给阮提督。也若无给阮提督，安尼就是犯成大错啦！真是无法无天呐！喂，苏彦文，正是劣者，听说你是温州大儒侠，不敢当。你武功高强，
赞谬咯，接招！阿弥陀，现在，施主有单接落去，多少？江天，赶紧回禀提督吧。是。施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苏彦文吧？然也。苏彦文，你难渡河劫咯？请问师傅，发何甲你的宝文呢？边境什么高度立10把？哈，落一摆。唔是，立10把，唔是立一摆。苏彦文，你听我详细，你会被高粱甲你吞食如白。阿弥陀佛。唉，歹年当搞笑人。有影，苏君主啊，头拄我为着要省事吼，讲你是我的妹婿足歹势啊，足歹势。店东，小事不用看怀吧？对，小心，此情非真情，此教非正教，咱必须提高境界啊！对。刺激！杭州提督安贤祥卡设了竞技场，特别收拾苏彦文。雷大人写着文打温州苏彦文，卡塔乌北海乾坤。同时独角赤狗也行动咯。强风！杭州的民众为此事而强风，苏彦文会当脱过险关嘛？请看精彩的续集。新温州大儒侠。